来看嘉义县民雄车头附近，高肉一条街哦是真出名，也毋过伫食饭时间哦拢真恶停车。迄群里因为民众的违规停车哦，嘛常常拢会造成塞车。警方表示讲，因现阶段会来加强处理，公司嘛已经伫附近哦会起停车场咯，按说明年就会当来启用。 警方驱赶违规停伫车道的车辆离开。民雄车站头前这条和平路是民雄有名的乌肉街，只要到食饭的时间，才着较会塞车。若是假日的时阵，违规乱停车、塞车这种状况就会更加严重。假日是哦，乱到无路啦，食饭时间啦，四面八方的车拢拼来，食饭时间这边100-200台以外啊。普通时候还好啦，假日就可能会比较塞一点。 要找停车位就比较困难一点。警方也呼吁至民雄乡和平路用餐之民众，切勿利用车道作为排队停车空间，导致车流回堵，容易发生危险。民雄火车站头前的和平路，才180公尺的距离，就有5间卖乌肉的餐厅，附近阁有菜市仔。为着要解决火车站头前常常找无车位造成塞车的问题，乡公所去年就开始起新的停车场，按算年底完工，明年就要来启用。汽车会大概有170个。 那机车可以停120部，加上周边的一些停车场，应该势必想说应该可以解决假日民雄拥挤的一个车潮。警方表示，为着要排队等停车位，这条路卡有民众把车停伫车道的状况，警方会配合这车流量较侪的时间，加强周边的巡逻甲处理，减少违规停车的发生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